是他忙王虐待遇就请功，但这万岁，
一臣之见，可封为进士第督元帅，统领御林军，保护孙家。好啊！万一古人说同王花作业，金榜题名时，王府元帅列公用贵，应当赐婚成亲。赐婚成亲，哎呀，妙！这赐婚成亲可要有个女子才好哦。70万岁，刘国山的小女儿范岁的小姨子4月小姐，生得似花似玉，正好许配王府元帅，这才是锦上添花，喜房佳喜。7万岁，小女是女，你放出喽。但是贵州孟良大人金地为媒，恳求万岁做主。好啊，有了你的女儿，这赐婚成亲不就万事俱备了吗？哎呀，万岁呀，万事俱备，只怕万千东风。什么？李正向王府元帅殿外候旨。他是林坤这东风不是来了吗？来，在宣礼请儿王府元帅上殿。是。万岁有旨，丞相李群有元帅王府少华上殿见驾。臣领旨。
忠臣全家大小的不把子愿。啊，元帅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哦？万岁呀！讲。来年间外卖社情万千家，王子元奉旨大帅不差他屡建奇功后提升，连算连升对自长，不料一则中的计，他生来从上策马配骑到反方，可问那云暖青雾旁着背，武高马帅自同敌人到头江，从此忙家召集员，他女儿天涯茫茫走他乡，如今他的子孙真相依，但是他风尘仆女为何不去在你天机才万岁呀，他才是远将这祈愿心，真是那茫茫有在家生那莽子元今在何方呢？启奏万岁，那莽子元虽已为归祖国，然而3年老幼遍体鳞伤，不因中途有软去病，故而不能随军同饮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啊，丞相，丞相，此日去万庆府大和命令召询。臣此啊，元帅，嗨正正随愿理当召谢，元帅有功不可无伤，朕召是你忙报虐待，谢万岁。啊，元帅，嗨，朕还要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责。万岁，臣不要封官。哦，那你又要什么？臣愿将功折罪。你何才之有啊？启奏万岁，那莽子元谁的行弟，恰是生病之将，他未到之后将面生请罪，故而臣愿将其之功折他之公。啊，丞相，此理可行吗？万岁。莽子元忠心报国，其人非，江上一朝虽说
又出来一个岳无呢？是啊，王府元帅万岁赐婚成亲，这才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，王不夸夸谢恩呐！二位大人，小特是与莽家李俊小弟订约婚呀，万万不可另听他人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是你为我这样高兴哦？万岁有所不知，老臣分的那莽李军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既有那闭月羞花冒金飞，更有那金星绣口彩月生，看曾经过女中间玉元帅，真正的自怜必合天作成，大有万岁来指挥，那才是锦上添花满堂彩。当李军真是在人女，真能与万岁亲自婚。莽家冤狱里当地，这凡人之女终何能？纵然不是万人女，他知道就有大罪名。哼，冤狱潜逃，分明无罪呀！哼，不问王法，分明有罪，无罪，有罪，无罪，有罪，有罪。儿亲不用争吵，这有罪无罪嘛？万请丞相指教，丞相立教。万岁，臣闻说从前有一空门弟子，名唤郑生。他父母每次举王当他，他是小王当女儿，大王当好子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？郑生得到小王当不为遇上，大王当苦之遥望，杀将孩儿当时，岂非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？自此，他父母再也不是他王了。万岁，郑生之言，推辞却被举反塞，那冤狱水银好比是大王当时，莽李军杀不到罪，岂非也要加重朝廷的过错？对，小子事情，大王可罪，众人此君冤狱可逃，此内先辈生人之以训也。呀！丞相真是伯牙独裁，经他这样色古冷静，怎么也比呀？怎么样啊？莽李军不但逃得无罪，而且逃得好，哎呀，逃得好啊！此时莽李军冤狱见到，却是无罪，却是无罪。好，无罪，无罪呀！哎呀，万岁！当李军有罪无罪，难说的，丞相他身骨冷静，敬对他。我女儿放的是王母家，老万岁曾经生在听的话。万岁！莽李军有罪无罪已明白，我与他早去此路远难下，早晚死了莽李军，有女天仙我也不娶她。得令千银连马将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情节应该是刘家，哎，是莽家，刘家，莽家，刘家，莽家。儿亲逍遥那当大，是今是两个女子都抬家。
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出得合情合理呀？丞相，你这个主意是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长福。皇子大人，你这个主意可关系到门中的终身大事啊！丞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出得好啊！哎呀，这个主意可是不好嘛呀！丞相。娘母这是谁的想一想吧？对，让他再想一想。军人们开路，是一匹马，边挂子发不长，七嫂啊，多年与多年，一片真心永无恙。如今我女扮论长，有欺君配，欺凌家令须对王。王太啊，清明门关谁风雨？跟我皇他病中在位，我人描述为曾救过他。八十新梦太轻手段，趁良机偷杀，万须记住他。啊，万岁！一臣看，既然王菩萨话与孟丽君有一在先，尚有孟丽君在，万岁理应指挥王菩萨话与孟丽君。要是没有孟丽君，要是没有孟丽君在嘛，那是就应当与你家侍女小姐成亲了。哎呀，万岁，这是万万使不得。嘿，元帅，丞相旨意公平，元帅不必走偏。啊，丞相，那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呀？此刻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看这孟丽君到底在不在嘛，只有天晓得了。万岁，臣愿弃官寻找孟丽君，哪怕行遍天涯海角，一定要把她找到。那孟丽君要是1年不见你，我找她1年；10年不见你，我找她10年；要是她1辈子不见你，我就找她1辈子。真是有情有义呀！哼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啊，万岁，一臣看那孟丽君不用去找。什么？只要朝令统领国府追员张贴王报，上面孟丽君前到之罪，命他对岸死尸，也就是了啊！要是孟丽君不来投案，难道我女儿等她1辈子吗？借她一股寒气嘛。那寒气到9里，我是寒季1年。太长了，太长了，1个月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1年，1年，啊，太长了。臣看至少也得8岁之上。好，有朕这次演技100天。哎呀，退场。
尽管放心，这王邦一策，天下佳子，那么你君岂会不闻？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，他岂有不愿与你早些化作之理哟？唉，我是怕他这阵潜逃，举目不清，徒是思念有心之问，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？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此言消息定当不告，元帅更配驾临。究竟是你向那李丞相，还是那李丞相讲理？究竟你们两个却是相亲，还是你就是李丞相，李丞相就是你呀？哎呀，你真把我！
情不肯入红纱。嫂啊，孩儿拜见弟弟母亲，怕了母亲，孩儿书信早已送去，正想说即刻收到，即刻收到。哎呀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！儿啊，你是那李丞相，就是孟丽君，可为我万死不惜。弟弟为何不惜？像孟丽君乃是闺中少女，怎能为了三公官居丞相？自古黎民，井井有条。哎呀，弟弟有条也好，无条也好，也儿看那李丞相18句就是孟丽君，孟丽君18句就是李丞相。弟弟不信，请再来看看李君的一幅字画像。哎呀，像啊是像啊，这张画像与我看过平的丞相模样一模一样。稍时我们就凭这张画像前去审判一审。这怎么死的？这怎么死不得？那你说这张画像像不像丞相？容貌却有相像之处，只是天下容貌相之甚多，跟我看。哎呀，我说老爷，你与丞相同朝山寨，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哎呀，夫人，我怎么能像你这样莽撞啊？什么？我莽撞？分明是你糊涂。哎呀，你莽撞，你糊涂，你莽撞，李母亲，你们不用争了。早知丞相一到，就能分晓。母亲，来，弟弟。啊，孩儿，那你这个病人也可以去当班啦。哎呀，儿啊，快去当班。哦，丞相到。快去！
小人，如今真经济难藏。丞相，余人，这瓶中的丝袜确实是精致得很呐。说不定还是钟小王亲手所写、亲手所画的嘞。是啊，是啊，丝袜的布局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哟。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。丞相驾到，老夫有失远迎，失礼呀，失礼。哪里？哦，老院中，不知钟小王的病体怎样了？小儿他得算病倒。哎呦！钟小王，恩师大人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老丞相亲自为我儿看病，万分关键。区要老何做寡子？儿啊，万不快请丞相安嘛！为吾还要到后堂亲自为丞相陪宴。老院中不用客气了。应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小王，深水过来，我来替你按马。哎呦！恩师大人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。急性病恐怕是滚火太旺了吧？恐怕是阴阳失调吧。这病不要紧，数个时候信奉太后寿诞，太后寿诞一过，包括引起心旷神怡呀。你叫我用的什么药？加上云南普洱茶。此药非敌不能采，非死不能用强行速气，小则加客。恩师大人，这个药香可以不用了吧？丞相，我去当教时候，恩师大人，我生的乃是丝毛病啊！丝毛病实语说是言语说梦啊，丝毛病，丝毛病，我的病乃是为，no，乃是为他而起的呀。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。恩师大人，你看这是孟丽君的佛丝袜匠。这是孟丽君的丝袜匠，那我倒要仔细地观察一看呐。恩师大人，请看。
画得好，是画得好啊，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！哎，我是画得十分的好啊！哎，我是画得十分，像啊！啊啊啊啊！他有一张我不一样，我有心在把心画墙，王菩萨话语忙里去，早去孩子开门定鸳鸯。啊！言妻，你得了这样一位似花似玉的小姐，真是福分不轻哦。哎，哪里来的什么福分哦？可惜是王房提车3月多，未见他对外露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应请做我后家营，真乃是画饼怎能充饥肠？言妻呀，好风来是捧菜场，青云有路总能上，你有他有情人总能成君主，你无需焦草不用慌。今日好风一领捧桌上，只怕他做了高官，把囚禁亡。我为他纵马空中长挂念，我为他画不离深山面上，我一片真心为天明。他无动于衷为哪吒？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，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为他情切切为我思念长，他恨深深愿爱我究竟郎，他衰绿绿女中对此话苦我此爱我万千苦楚他心不想，常言道三围路啥难测，我心中有话真明讲，生死伴君是陪护，一旦有我要爱父郎，见人为是我真下郎。韶华呀，真难杀人的痴情，你不体谅。
家园，事出有因，万不得已才有错。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何惧万岁不娘夫？他咋怎样将你在宫外奈？我不是赴汤与桃花。李君啊，倘啥是万岁私婚刘家女，你叫我是何去对付？八日寒气即将没，切莫犹豫再蹉跎。你咋再把事情误？你不申诉，我申诉。你咋再不负其人？我听当你破情挂你为了看他去不清楚明日今，想必他你的心事也是讲。你看他柔眉淡扫只为长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志方。实在是太狠了啊！这是你错怪他了啊！恩师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是我错怪他了呢？言去，既然他官到远远走天涯，因此不虚心。
定为情深似海，来报丧。李靖，我的妻呀，我的好媳妇啊！他老爷中，众小王神志不清无序，切杀无家，就此告辞。怎样？李靖，李靖，早啊！母亲，都是你呀，你呀！把自己安寂寞，不美月圆怎不圆？乱公关顾在家里，不与亲子乱公关。凡虽有子，两相本无，有本才罪，无本退朝。曾有本其子，妻子万岁，此婚与忠孝王之事，按朝你今天不择其末，凡凡岁身在。哦，今日8日期已经末了，真倒是忘记了啊！是啊是啊，自己不得一门，不仅忙里进前来，望万岁赐婚小女与忠孝王接着成娶。好，有朕这旨。慢，七岁犯罪，以臣之见，既说莽家现有婚养，忠孝王有非莽立君不娶，莽之愿有不在朝，望万岁能放宽忌寒。我看这几寒不能放宽，哎，我看可以促进放宽，不能，可以，不能，可以，不能。哎，后亲怎么又吵起来了？啊，丞相，你看这事是何处理呢？这是么？算这是早已得计谁莫？看得光，安吉是人上里头，需要
娘孙你有不办呐？哎呀，万岁，这是家忙离去。什么？他是家忙离去？哎，不请审问，怎能辨别真假？丞相高见呐，太站稳了。遵旨。你这小女子家住哪里？姓的名字，爷爷的将来，丞相那么你再仔细地审他一审。不用审，不用审。哎呀，你为何不审嘞？看着这真的不许我是真，看着这假的却偏要我说他是真。啊，丞相，既然忠孝王这是假，这其中恐怕确实有啥？哎，国丈，我看这小女子为大丞相所问，恰是事事有据，句句有凭啊。按小女子所言，有根有据。好，这赵婚姻正式当成亲。哎呀，万岁！万岁他成亲两字倾城。那真的忙里君他早就来了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他在这里。圣上，原来是女人的错啊！真是娘啊！那一座亭亭有理花中头。九千金子。
岁，这是孟丽君北京寺庙的一幅字画像。哦，此次来，她不但是位美人，而且是位才女呀！正是。哎呀，钟小啊，这娃是娃，成是成，有娃无生，总不能叫娃将与你成亲哦。万岁，他可与孟丽君配礼。是与孟丽君在寡人之子，与你私婚成亲。谢万岁，万岁，恩度时期，他远在天边，请在眼前。什么？请在眼睛？此题。钟小啊，我说你的品到底好了没有啊？你来看呐、这文章文武都是论子，而孟丽君她是个女子，你说她近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啊？启奏万岁，文昭文武衣冠长所缺席男子，可是有一位他臣因家国之罪，不得已和女扮乱葬。你太真讲，有一位他臣女扮乱葬。有这件事了，那等到要爷爷证实了。往那一语把谈到，好姐姐不还中啊，先去他自我愿接中去陪什么西瓜李清勇啊，分明可是画中窈窕。红布边上天地来，可说迷离太分晓，他的故事他一片光不把吹来啊，丞相，你来帮朕看看，这文章文武哪一位他人与这画中人相像？啊！哈哈哈哈！用老娘娘四方东，论语有理不能通，一定是忠孝王亲自能黄昏，相遇不讲论财路。对，这也是这女扮乱葬
就不其事，就不其事啊！阿万岁，你分明经宽敞。阿万岁，我早中是与他人女扮人长，人国人法应该列赞不少。哼，可言下无有其事，也无有其事啊！启奏万岁，只要你肯杀他无罪，王立军就可脱下袍服，还他红枣。我们夫妻也可早日团聚。我们再看着王婆莽将忠心报国，你就成全了我们吧。你还要此人什么？你才放肆了！你茫茫然然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知他无讲理？万岁，你我言妻有病初愈，看不应心，用他知错而改，悔过自新。丞相识得臣事喽。好，少你起来，谢万岁。万岁，从今以后，谁要这棍无言乱语，侮辱他人，听斩不杀。启奏万岁，云乱众多，莽子远平日用贵，一人无莽瓦后自破。莽中都来得真好啊！朝中多莽子远上殿。是，万岁有旨命，众多莽子远上殿。臣领旨。人民早行远求，怎曾官复原则，代替立功，受命之余，惶恐反分。众大忠心耿耿，威武不屈，今日用贵早喜，家人重见，君臣重围，可亲可厚啊！托万岁之洪福，忙中多，快来见过李丞相。是啊，忙中多。李丞相，啊，弟弟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女儿李俊啊。李俊，不对呀，你真错神了吧？弟弟，3年不见，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认不清了？啊，有福大人，你女儿你在这个他人了，只怕你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。
呀，眼下怎么你也说她是我女儿丽君啊？忙中道，这个小女子自称是忙里君前来投案自首，少说之话句句有凭。中道，你快快上前身故轻声哦。哎呀，这啊，忙中道，里头心。他为家有苦念，说他自问难相信，忙你到此次我大不女儿的心思无自知，究竟是谁自家还是家主谁？心中多习惯容貌比别人啊，曾相念年华自有意，君曾相貌，永年自离君。忙中道，还在他真正才我人情深，可惜来今日今地寻到我曾女儿，万幸了三思而已。应用家下女，原来是用来啊，忙中道，那么兄弟在这里的女儿，你都认不清了吗？他等于曾相分你我情深。小女生在李靖的心上是我是对你老身教育，你可不能胡乱地称他呀。亲自一君有为难禁，他不是我不得家人，也不忙中道，你断定她是你的女儿喽？哦，不能不能，那你断定她不是你的女儿喽？也不能也不能。万岁，老臣有病体质，年老眼花，实在是看不清啊。万岁，既然真假难辨，请万岁放宽起来，用微臣将这小女子代为相父，仔细再审。好，此次就完
文采诗人言风流，真要你即心人是谁故云请万岁赐教。好。话多万字要使用，乐之家人喜小福，今日堂院参赛好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万岁！花开花谢云中见，云去云来领当风，云中红叶去飘落，铃铛轻松。四更浓。丞相，你看前面就是长流插桥，令我骑马过桥。孙长桥去，我西转迎他云自由。丞相听啊，万岁请啊！丞相听啊，请啊！我桃李堂堂乱子，地理没用，为什么天台教谁不听从？只因我自幼多听唐教养，从小被父母宠爱中。乖如教子不骑马，因此我上桥提把马缰送。哦，既是此令我下马何应我？多谢万岁。丞相，丞相请啊！万岁
今日报来上元节，谁知困难心重。是今日红日西沉越东西，离城我不是离了先知君。来，各自不妨明日办理，此刻莫少寡人之心呐。万岁，圣意吩咐，上至园中各处掌灯，令我君臣同往天相观。同意也总是好啊。万岁，青山再这样下去，怎可这样生气了？遵旨。来，园中掌灯摆驾天相观。是。园中掌灯摆驾天相观。丞相，臣我来呀！丞相请啊，请啊！哈，丞相你来看呐，天相国每单人客千字八枚呀！哎呀呀！可他们见了你，怎么也都把头低下了呢？哎，神称牡丹花中王，永永华贵冠群芳，只因计划通灵性，故而他滴水向东讨君王。非也，非也！他花的曾经提香啊，你神君天下也无双。只为你，请有闭月雪花马故儿他见你不该把头万岁休得取笑，丞相请凑啊！啊，微臣怎过与万岁平如啊？这所谓平日乃是皇后娘娘所筹啊！唉，可惜她不配呀、她既无闭月鲜花之貌，更无精心绣扣之才，她应该把这所谓娘出来呀！娘与你丞相哦！哎呀，万岁有来取笑，有朕作之，请谈入无妨。是此告诉了，请内子开斟酒来。是。
为卿才高了美请干一杯。为卿劳苦功高，请再干一杯。李清，李清王婆元帅要戏龙里，就是故儿女才貌眼同心，愿与情应是上娃长居生与情色故人今更去去，愿与情同上乾坤理草真，愿与情时时刻刻多离分。李清啊，深夜不归，才清晨你莫是明月在空中为人11、9岁就此高
嘿，丞相，既然丞相拒在，那就请到那边安臣。微臣不能遵旨。哎呀，丞相，岂不闻那刘备精通孔明，他们是同子而生，同他而亲的哟。反你我今日何不要有孤臣你万岁万岁！万岁，娘娘将天下国。寡人为人选召，他来做什么？官让他们离心大问。哎呀，官让儿们是。万岁，既然娘娘驾到，微臣在此多有不便，就此告辞。嘿，丞相，娘娘她为人选召，她是不准来的。她要是来了，只有娘娘丞相，那与丞相娘她的女。万岁。娘娘驾到。万岁。万岁身亡，自动到此何事啊？怎得万岁在此上要特来公陪？朕不用你陪。臣妾不管不陪，朕要你回宫。臣妾不想为公。臣立见要亲家娘娘千岁，丞相你，丞相虽不早，可快为夫去吧。朕自难。寡人还有国事，为人了哩。哎呀，万岁，又是明日早访谁你也不知哈。哎呀，朝廷之事不要你来多管，与我回宫。丞相，启奏万岁，丞相府有府来报，相府突然失府。什么？请丞相私自为夫，娘娘为夫去吧。朕自办。老公在不得忘，二公最近在野忙，父亲连连抱开老兄们一步两起共享。的老姑姑啊，这相府失户之事，非同小苦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妻子太儿李丞相举荐。哦，他孤身来了，快
请是李丞相觐见，臣领旨。臣李建岳恭请太后升安免礼。谢太后。老太师安好。丞相好。是否谢寿。丞相也遭觐见，莫非有什么紧要之事？这太后。是为人冒昧去见内公瑾，问候太后可堂前。前年加班公营，孟丞相亲自堂呀做调停，都是你描述未曾杀边腔，从此我把兵小子常记心。太后堂前拜明公，愿要勉励表诚心。问太后为其国泰与民安，晨昏常把寺庙进，今日我提前送手礼。我亲手描绘的观世音，你才若天寿封我，愿太万寿无疆长安宁。西城令哀家在京光世音，难得你体贴这里比苦心。丞相啊，你是安邦定国的故宫人，何来这温良严肃的锦绣心？微臣在书少衙文，岳里太监出师为生，李朝刚都有这件事。方太后宽子很年轻，3年责任把百姓，才不浮夸也相能。至今一分与差错，亲自自念为何因？是他丞相听你之言，莫非是为了做压受君之事？如今老太子指的是哈哈哈哈哈哈！丞相，明个是昨夜相府最近人，本丞相在湖中可受惊。此乃是马王师傅家人母孙。
长许景啊，日月长许景，丞相。这一场许景莫小看，星星火花可燎原。金榜以外莫所虑，何足小心要保平安。常言道，君子防卫于必算，方丞相，你要及早消灭其祸源下官心中已明了，这是相互守护是玩笑，以老太师把心操。啥日宫廷与谁？这今天娃呀，岂能到？不生都不知道千金子，真我慌万岁头天子教。王太子自是多精神，我是那心上头金堂，一句话一说放在大桥梁，他心里皆分两三两个不等这媳妇身上见识短，夫妻能为小夫是大道。丞相啊，难得你精心许配这皇位，丈夫今与老太子住爱家，来往京城命他去好，命他去好。太后命他去好，此乃万民之福。太后千岁，千岁，你还有何言相告？这里有曾经最正一道，尊正太后，请太后慎重。用李正先请告太，免谢太后。老太师，快快与我这要念来。陈英同、吴梦远华夏被误，由内乱外为，生命不贪，以致通行接受，逆分别异。先臣曰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又闻身上九贤士，几时可曾在不管自保时期，不顾身为女子？
不过身为女子，从这个高头本是到底只为妻许愿为国血死。好一道曾经的周茶，更难得他3年为官，兵情有节，总效2千呐。此次说来，倒也说是难为他了。听太后之意，此事嘛，为了社稷，为了王儿的江山，只有神社太守才是上策。太后英明果断，不见当年呐！哎呀，我的老姑姑啊，你细心周到，深思熟虑，真不愧为元老栋梁好，明日就由王儿亲自审理，还请老太师业主为家，诚请设立，万为残缺。好。万岁，给圣安啦！万岁，给圣安啦！待请外忙里君朝廷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待请外忙里君朝廷。忙里君3年交上未曾下，今这里可下秦王万红忙里君进家勿忘万岁，你抬起头来。见礼亲，则用一心言字疼。把盆
万岁，生啊！万岁，文啊，文啊，生啊，生啊！忙里君，寡人一向视你为国公，举你则栋梁，不想你今日女扮男装，轻玩君王，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欺容之心呐！教尉们，有将忙里举，暂且一下。万岁！这时候出人了，对寡人与众位大人慢慢商量再听啊！将忙里军带下去。请问万岁，今日该是御前为甚？是啊，今日御前为甚？唯有一不胜而不闻呐。这不胜不闻，此案事如判，与事如断呢。那以丞相之见呢？此次请太子过场一同审哦。是。下回是后生，忙里君，以前是后生。忙里君，轻一点。大胆侵犯，犯了灭体大罪，今日御前为首，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？国堂，你叫犯人从这招来，犯人讲的都是些实话呀。真记得 No， 你问下跪的是后生，他打是忙里军；你又问以前是后生，他打也是忙里军，这不都说对了吗？那倒要请问老太师，才到为官314局的李军哟，他又是何人呢？你问我啊？问你呢？我是忙里军啊，你应该问他。哎呀，忙里军。记得以前的忙里军，已经要取经是何人？忙里君本是我人民妻，李金玉乃是我家心意。你反论上是谁之事？花木兰是我子身。你尽管用一个死了的古人来戏弄老夫，你不怕退让加退吗？国堂，既然他说得有名有姓，那就该问下去嘛。忙里君，方才你说花木兰是你的指使人，这是何意呀？你要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老太师。李军为吾远返，莫来回顾开口，李军肩负定外湾，莫来今把罪，李军心把飞渡，为生灵年路台，一样日家有结果遇难。人不娘到你担，为什么莫兰是女子名多，李军与家不能犯？为什么当年莫兰受查询，今日李军曾去完？万岁
举一反三。万岁，孟丽君所称倒是合情合理呀。按情理到晚谁的过去哟？万岁，孟丽君女犯内上有欺君之罪，应该立即分斩。哎，国堂，我还没有问完你，你急什么？孟丽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言申辩？与讲。老太师，我弟弟孟子元出胆忠心，他逆领罪，可恨云人情无旁斥，归结朝中他等。我讲我弟弟美国去用，将我家门门抄斩。此今安静一命，云人将人出万港道，请万岁顾莫。孤算不成我所料啊！万岁，你老人年迈无度，上了旁的自大，望万岁使老人粗心大意。真是，国丈粗心大意，只用一而不落。今天还是先让孟丽君一案。孟丽君，许可你能言善辩，这女犯乱党有欺君之罪，你难逃不知逃吗？我也是粗心大意呀！哎呀，万岁！国丈粗心大意，暂且不论。孟丽君粗心大意，都是情有可原呐。那以太师之见呢？孟丽君在朝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如今功成身退，应以杀配表彰喽。哼，老太师，孟丽君女犯乱章，少乱当场，杀不念成，将来在朝廷上有人要杀，这乱不像乱，女不像女，成何体统？孟丽君立志为父希勇，为国学士，况正忠贞孝女，应当嘉奖。哼，无事不归，欺君何从？应当问斩嘉奖，问斩嘉奖，问斩嘉奖。他是要嘉奖，他当战士，天上有他称，后宫与母后。看从了我不以真联系，看清了真的作缘何以成？有道是只要无名越成，后头么脱下金丝，我何不先是挑起，先把他一抓进我正为他称万岁！方才一件为生，一说要伤，一说又要战，谁都各有其理，顺都言故其实，此时却有寡人来这一公正裁决。孟丽君，你女扮乱长，欺瞒君王，本该问斩。正念你3年执政，两位安内有功，无助君皇有德，将功实在从宽发落，各取你丞相之责，变为宫女。虽在王宫之内，侍奉太后终身。教尉们，将孟丽君押进内
忙里君可有上殿见驾？千岁万岁，王府进忙子面为帮忙里君可有上殿见驾？哼，寡人只一听，才官位置上天，听与忙里君一起人才下去。是，王府把帽子也要见驾。宋孝王尽管位置上天，犯了，来呀！有太真传挖下去，才怪冒失上天，停战不上。是，太驾到。即将回天回，应声谢太。太后千岁，关于马家远月之事，你要好好反省。太后千岁，下去。你才觉忙里军进攻不知哀家，是内王儿一片孝道之心，只是哀家欲比这更好的裁决，不知王儿可以否？我为你为他争，请暂退。家换马公，岂有这国泰民安风雨调？乐高要靠根基牢，孤河岂能够救他脚？君子传，臣是谁？张乾坤又是水上银船，万里云遥。乘风乘水好家走，逆风逆水是都难逃。更何况在这之谁能翻舟？有道是天高不算高，诚信地高。天子善能重英傲，锦绣江山繁年好。今日尚不可念非儿戏，这离别得失轻重为，女要细退瞧啊！为这个，哎呀，不要这个那个了，江山为重，谁即为大。此事嘛，就由为娘替你做治疗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
有一桩喜事要告诉大家。哀家收了一个聪明能干、才貌双全的女儿，还替她配了一个威武英俊、多情多义的女婿。恭喜太太喜上加喜！早日万岁将至，命他们在金殿完婚。来，在宣公子驸马上殿。是。公子驸马上天，领旨。岳母为红福祭天，万岁不讲。儿啦，见过你王兄王嫂。见过王兄王嫂，公子驸马免礼。你呀，见过公子驸马，平身。女儿，好娃儿，快讲字吧。是，一起找母儿旨意盘。故有其名，交拜天庭。